去把姓张那小子的2条胳膊给我砍下来。是。在面对无坚不摧的倚天剑，纵使身怀3门绝世神功的张无忌也要避其锋芒，手无寸铁的他唯有一边躲闪阿大的攻击，一边试图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夺取阿大手中的倚天剑。反观阿大仗着倚天剑无坚不摧的威力，招招直逼张无忌要害，甚至还一连同使6、7套剑法，剑气所到之处，场中的椅子纷纷炸裂开来。姓赵的丫头，你太卑鄙了！用倚天剑欺负我教主手无寸铁，我就是卑鄙，怎么样？张三丰纵横江湖100年，自然也深知女人吃醋起来有多可怕。为了捍卫武当声誉，张三丰当即决定将闭关18个月已久的完美太极剑传授给张无忌。说罢后，张三丰就当着众人的面前开始演示起太极剑法。但见张三丰身法飘逸，剑法灵动，剑招时而化作道虚影，时而却暗藏杀招。太极剑通过连绵不断的圆弧轨迹，将对手的力量引入自身剑势之中，达到借力打力的效果。张无忌则连忙聚精凝神观摩起来。而张三丰之所以敢当着众人面前传授太极剑，其核心底气便是无招胜有招，其教学本质只传其意，不传剑招。此等操作足以看出张三丰对武当绝学的绝对信心，以及让赵敏等人知道武当100年威望从何得来。而张无忌有9阳神功究极基础，在场当中唯有张三丰所能比拟，以致他能将任何武功快速化招为一。片刻过后，张三丰已将整套太极剑打完，紧接着便转身询问张无忌：“还记着没有？”张无忌听后闭目思索片刻后，便声称已经忘记一大半。此言一出，外公殷天正与为福王立即焦急起来。殷天正更是希望张三丰能再演示一遍，殊不知太极剑需先领悟以柔克刚、借力打力的太极心法。更重要的是，太极剑只传剑意，并无口诀，更没有固定招式可言。而再看此时的张三丰，并没理会两人，而是接着继续询问张无忌：“现在呢？我这下全忘了，忘得干干净净的。不坏，忘得真快呀！”徒孙2人的迷之操作也让殷天正与明教众人看得不明所以。赵敏的手下阿大见此，根本不屑一顾地嘲讽张无忌临阵学武，也未免太迟了。张无忌听后却是自信满满，二话不说就从张三丰手中拿过长剑，主动地向阿大发起进攻。张无忌一剑化圆，剑圈时大时小，任凭阿大的倚天剑招式如何迅速狠辣，可却都被张无忌的太极剑粘住。要知道，此时的张无忌已完全领悟了太极剑的精髓奥妙，以柔克刚，以意运剑，他所施展的每一剑招都如影随形。阿大的倚天剑反如牛入泥潭，一直都被张无忌的太极剑所牵制，根本无法发挥出其真正的威力。太极剑的核心是粘影和圆转以及借力，与太极拳的心法同源，以虚御实，以静制动，完全克制倚天剑锋芒。更何况张无忌有9阳神功以及乾坤大挪移的支持，能让他瞬间化坚于铁剑之中，粘影卸力反击更是一气呵成。数招过后，但见张无忌一剑重伤了阿大，然后又飞出一脚将其踢飞出去。赵敏见自己的3大西域高手均被张无忌重伤，醋意大发的他唯有气得转身离开。且慢！不留下黑玉断续膏，休想走下武当山！